每天跟你出去了，穿什么、我想说青菜粥呢，你呢？哦，我也想说随便穿就好了。好啊，轻松穿最棒了。我明天还想素颜呢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也素颜，我们一起素颜吧。过后哦，那先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生 V 小礼服，新型的裸妆画法，每集 APP 更新完成，潮流知识 get。给不你一条爱国人家的小王美玩拜遍。食物的功能就只是拍照。上传。哎呀，阿里基，你还要吃吗？没关系，你听听的是，我可以等你啊。吃，都给我吃，吃多了可不上相哦。哎呀，不早说，我在等你吃耶。那之后就吃饱嘞，走吧，去看展喽。呸，想拍我嘴巴巴吃东西的照片，我才不会让你得逞。谢谢夸礼。哎，无霸占不完美。阿里基这个角度不行啊！哦，要由下往上拍照才不会显得很短。往右边45度一点，后面整个都要拍到哦。好，你很啰嗦哎，就跟你说拍不到全部嘛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在拍哎，你坐在等一下吧。哦，好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互相比较的小心机，耶！耶！傻眼呢！一直学怎样？一直看我照片赞数多，这边抄人家姿势。用哎 ，Hip 都摆这个姿势，没创意，还是其他角度见不得人吗？哼，这你学得来吗？欧啦！别小看我，木打！给我踢了！你不腻了海边一间艺术节，这家店气氛好，东西又懂，后市推荐给宝贝们哦。永远的姐妹，超正，人美心也美。老师，我们要上了。你不腻跟闺蜜出来聊，真的超开心的。我要发文喽，那我也要一起发，一起发。